好一个没有必要。终于说出心里话了，我把你当朋友，当兄弟，我什么都跟你说。但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能辅助你回到过去的工具。那做一个工具，最重要的不就是听话、趁手？他有什么感受，有什么必要？确实没必要。程小石，你别这么主观。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认，我也跟你道歉。但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这么说话，多少有点让人寒心。寒心？你有脸说这2个字吗？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，你跟我说那些，把你的情况告诉我，我会不帮你吗？但你没有，我也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你都没有，因为你就没把我当朋友，也没必要把我当朋友，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寒心？